55、52、住手53。别打了！师傅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别再打了。太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欢儿任性，难道你也不明事理吗？我这就去追他，我就不相信，我拼着性命不要，却换不来他的回心转意。义父，你不要去追易欢了，他夜里就走了，你追不上的。而且，我也不想你再拿自己的性命去逼迫欢妹跟我成亲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们就放欢妹一条生路，让欢妹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。太子，如果他回到紫禁城找到了康熙，难道你也不后悔吗？我相信欢妹不会去找康熙。如果她真的去找了，我也不后悔，我会祝福她的。太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身负国仇家恨的重任，你居然将先帝给你定下的太子妃拱手让给康熙那个狗皇帝，你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置于何地？你将我们这帮誓死追随你、誓死效忠大明的臣子置于何地呀？义父，诸位师傅，我不仅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也是你们的弟子，诸明联盟的成员。我违背了盟约，愿意接受盟规处置。哎呀！你可知你犯了哪条盟约？该当受何处置？弟子知道。不遵师命，鞭责20；私放联盟成员脱离联盟，鞭责40。弟子两罪并罚，鞭责60。请义父遵守盟规，立即执行吧。联盟执法弟子何在？在。大师傅，大师兄虽然私放一欢，犯了盟规，可他毕竟是大明的太子，不是寻常联盟弟子，当有豁免权。还望大师傅收回成命，饶过太子这一回吧。求大师傅收回成命，饶了大师兄吧。你们不必为我求情，正因为我是太子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坚守盟规。更何况我是明知故犯，如果义父和诸位师傅不惩罚我，以后还如何管理好联盟？那就请联盟执法弟子执行责罚吧。驾！驾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晋王，你看是不是略施责罚就可以了，不用鞭责60这么多。24、25、26。太子要以身维护盟规的威严，维护他自己的声望，我们应该成全他。33、34、35、36。住手！太子，太子，你身体强健，武功又在诸弟子之上，怎么受此小小的鞭刑就会吐血呢？大师父，太子昨晚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其实已经吐了很多血。如果不是弟子及时出手相救，恐怕太子这回已经没命了。你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四师傅，是我不让叶师弟说的，你不要怪他。晋王，太子确实是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受了内伤，责罚就到此为止吧。是啊，晋王。默生，你先扶太子回去休息吧。义父，快起来。还有24鞭没有打，请继续吧。太子，你已经身受内伤，我看这责罚就暂且记下吧。我这点小伤不碍事。
再多养几日，便能恢复过来。如果因此减免了对我的刑罚，以后还何以复仇？还何以与大家一起光复大明？我撑得住，请继续吧。只有这样，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点。继续。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住手！53。别打了！师傅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别再打了，我再也不走了。欢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朱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不该回来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朱哥哥，你不是想我回来吗？我现在回来了呀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我没有怜悯你，我是心甘情愿回来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你真的放下康熙了吗？朱哥哥，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慢慢忘了龙小弟，行吗？好，我不勉强了。对不起了，龙小弟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好好的对你的3宫6院七煞而飞吧。而我要忘了你，我要一心一意的对待我的朱哥哥。皇上，黑狐的飞鸽传书。传所图。这太子，你练功走火入魔，受了内伤，现在又受了不轻的外伤，在你伤好之前，最好不要动用真气跟他人交手，不然你这个伤势会缠绵不愈啊。徒儿明白。晋王，皇儿已经回来了，那他跟太子的婚事还照常举行吗？今天本就是定好的大喜日子，太子虽然受了伤，但是却行动无碍。我看婚礼还是继续举行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太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欢梅，
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吧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的身体不碍事。既然你能回来，就是最好的灵药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今天就给太子和奕欢完婚。好。可是这吉时已过了呀。哎，不要紧的，择时不如撞时。既然奕欢他能够迷途知返，及时赶回来，这就是最大的吉事。至于吉时嘛，自然就是顺其自然。咱们大家都赶快动手，把大厅重新布置一下。好吧，只怕最快也要等到晚上才能举行婚礼了。晚上就晚上吧，给他们拜堂之后，刚好就让他们进洞房。欢梅，你如果真的后悔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，一切听从师父跟爹的安排吧。嗯。